青馬大橋5車串燒，女巴乘客拋出車命危。好驚！我突然間聽到嘭嘭咁樣，跟住之後就啲玻璃碎晒嘅聲，跟住又聽到個人飛咗出嚟喺度好大聲喺度叫咯。係啊，佢係咯嗰啲好痛嗰啲聲咯。望住個男人拋出車嘅吳小姐，星期日晏晝5點幾搭緊朋友架車喺青馬大橋出緊九龍。當時快線整緊路，所以由3條行車線變成2條。懷疑最前架貨 van 見到前面架私家車 cut 線，於是急停。後面4架港機工程接放工嘅旅遊巴，好似串燒咁撞埋一齊。咁啊，再行到橋中間咧，就我哋架車就第2架旅遊巴，咁啊撞咗前嗰架，咁啊停咗，我除咗地下，除咗凳底下，再後邊又咁又撞一撞，俾遮後邊嗰架撞埋啦。差人相信被拋出車嘅男人，因為車窗又大又低，加上冇扣好安全帶，所以出事。佢同另外一個男人都情況危殆，而意外就造成37個人受傷，有9個人仍然留醫。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一度要全線封閉，要開放下層嘅行車線，事隔4個鐘，去到夜晚9點幾，交通先回復正常。